进行国内的旅游，南投县政府甲游览车工会合作，优待500个旅客到南投的德山、集集甲埔里来观光。业者吸收到大部分的费用，游客一个人只要交100块，就会当到各地观光工厂，以及到日月潭去坐船。100台的游览车甲生活车开入去日月潭，生意人真欢喜，讲总算等到顾客上网络。 50台游览车含50台箱型车，载500人对南投各地到日月潭大会师。这边走走看看，来看看日月潭。可是到现在下雨呢。没关系，清凉一下。虽然落雨，但是足久无出门的游客也是兴趣处，才买来遐看看咧。有人买金蕉和饼，拢是在地特产。好多东西，香蕉啦，蛋卷啦，一大堆。那你这样花了多少钱？ 这样花了大约1000多吧。踅街了后，夜煞去码头坐渡船，进前几个月码头空，无人坐船，甚至还阁有船长爱改道去掠鱼，和迄种状况来比，即卖业者已经真欢喜啊！平常是虽然没有以前那么好，可是假日有人出来了。到整个暑假的礼拜六，目前都是已经将近客满的状态。即摆活动，游览车业者吸收大部分的费用，民众只要交100块，除了坐船，还可以当到德山、集集，还阁有埔里去耍。县政府嘛和业者讨论扩大使用3倍券的优惠，希望讲有更较侪游客到南投消费。